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4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果子。牧师捌伫加州的厝呢的后壁园来种葡萄。当然起初咧种的时阵，并无真有把握。但是当伊开始看到伊开花结实结果子了后，心内就非常的欢喜。因为虽然是第一届种这个葡萄。但是就亲像圣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牧师种一个咧种物件的箱插箱就加这个非常好的土为着要互这个野生的动物来食就又搁伫边加网来照顾。当然是真期待会当看到成果啦并且会期待讲收成有真正好食的葡萄。万一收成是酸的、营养不良的，当然就袂遐尔细致来照顾。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这个先知提到着上帝对伫葡萄园中间的葡萄。以色列人的态度嘛是安尼。圣经记载葡萄园的歌，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的歌。我所亲爱有一区葡萄园，伫一个肥水的山头。伊骨头，佮将石头拢甲伊掀掉，佮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佮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伊期待会当出产真侪好的葡萄。毋过所结的拢是歹，但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太人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的中间主持公道，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减有甚物我还无做到的？我期待出产好的葡萄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但我甲恁讲，我要安怎来处理我的葡萄园？我要将园内底的篱笆来拆起来。互伊受迫害，我要拆毁园的围墙，互伊受吞踏。我无要搁修剪，无要搁斩草，要互园来荒废，互刺杂草发甲满世界。我嘛要命令云无搁落雨伫遐。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伊细枝栽种的葡萄树就是犹太的人民。伊所期待的是公平，毋过所看到的是害人流血；伊所仰望的是公义，毋过所听到的是化冤枉。是种做的时阵有好的准备，种地、养肥、除草等等的工作，所期待就是要爱有好的收成。真可惜，上帝所期待并无有发生，却出产着酸的葡萄，只好来放弃。保罗伫写互加拉太地区基督徒的批信中间，提到着迄个圣神的果子。上帝既然享受着圣神，就期待咱伫圣神充满中间会当成长来勇壮来结实济济，并且有好的品质。
咱对着今仔日的经文应该拢真熟，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6节，圣神甲人的本质。我的意思是讲，恁着照圣神的引带来生活，绝对毋通求满足本性的欲望，因为人本性的欲望是对抗圣神，圣神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对敌，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恁若互圣神引带，就袂受律法的控制。人的本性欲望的行为是真明显，就是淫乱、污秽、好色、拜偶像、行邪术、对敌、斗争、嫉妒、受气、自私、结党、分派、怨妒、酒醉、花天酒地等等。我以前捌甲恁警告。即阵搁一遍甲恁警告，做即款的代志的人，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尊杀。即款的行为，一般的法律是无法度禁止。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来做伙定死伫十字架。既然咱靠着圣神在活，咱就顺谈圣神来生活。咱毋通追求虚荣，毋通彼此激气，互因来怨妒。这个圣神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原文的果子其实是单数的，却有9种的特质。这就是讲，一个基督徒爱展现的是咱的生命中间所有的特质。所以，咱应当努力来活出圣神的果子，有美好的滋味，成做上帝眼中忠心的仆人。诗篇80篇，为复国来祈祷。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求你暗耳空听，坐伫天上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求你发出光，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上帝啊，求你复原复兴，互你的面发光照阮，阮就得到解救。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你对你的子民的祈祷发受期要甲偌久？你互阮用目睭做目屎做饭食，用规碗的目屎做水啉。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对敌做阵，甲阮踢笑。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互阮复兴，互你的面光来照阮，阮就得到解救。你对埃及山一丛葡萄树赶出列邦，甲伊栽种伫遐。你为着伊来种地，伊的根顶深，生炭满地，伊的影仍捌种山，伊的枝砍满大，丛的碧形树，伊的枝伸到伫地中海，伊的藤到伫幼发内底河。但你是安怎来拆毁伊的篱笆？出在所有过路的人来挽葡萄，出在树林内底的山猪来吞踏，出在田野的走兽来吞食。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活倒转对天压落看，照顾这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甲你为着家己所照顾的幼枝，遐会用火烧、用刀
葡萄酒的人，求你发授去甲因消灭。求你的手保护你正病的人，就是你为了家己所竞选的人，安尼阮就袂背叛你。求你甲阮救我，阮就要求叫你的名。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互阮复兴，互你的面光来照阮，阮就得到解救。感谢主赏赐阮圣神的性命。求主帮助阮活出圣神的轨迹，不但丰盛，会通互人看了真欢喜，佮互人佮互上帝来欢喜。将做主眼中的重宝，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